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7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汉光演习第3天，日军无机组党强军夺台北港登陆，另外敌舰官兵伫潮州跳伞演练对6000公尺悬跳落来。针对着林志坚的论文风波，关键人物易正宏去到台大学论委员会强调论文无抄别人的。台中代理洗车场抢案嫌犯目前向掠到啊，另外这个警方为着要扫除乌道，掠到450人，还佫撬出120几个枪。讲到这汉光38号演习，今日进入到第3天，日军第3作战区模拟中国解放军要拍台北港，因伫咧淡水河口还佫8里的海部地发动攻击。第3作战区整合3军的战力，加上警消民防，顺利甲解放军拍败。模拟强军准备要拍台湾，想要甲台北港拍落来，国军派快速步雷艇伫淡水河口部署水雷，阻挡因登陆起来刷波啊。不过强军伫咧8里的海沙坡、淡水河口、甲台北港3个所在，同一个时间发动攻击。2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模拟中国军机轰炸台北港，接续做降落的突袭。因若伫咧8里的海沙坡，强军成功登陆，这个车是一只驶入来。不过国军嘛有做好甲伊相战的准备。包含了敌军的进犯的时候，包含在淡水河防以及巴黎海滩跟台北港，它事实上是同时进行3军联合作战啊，兵种协同，那整合这样的一个兵力，那完成了这一次的一个歼敌的任务。国军伫战地用火力压制强军，不少的火炮嘛有出现，包括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有用到的标枪飞弹，嘛运用伫即个操演，阻挡强军登陆。要互因退倒转去海沙坡啊！尾手则阁由空中的 IDF 建国号结合战车、架车，甲强军阁拍倒转去。即个联合反登陆作战，甲重点放伫咧台北港的防卫。因为台北港若是去互强军拍落来，强军就会当甲各种的装备载起来划定，到台北的建军中心。各种的演练方式都有有要它达到的一个效果。我想从今天的演练看起来，它是一个成功的演习。不过，即个采取实兵无实弹，演练的效果嘛受到大家的质疑。针对这点，陆军强调讲，即个陆海空军主力的装备拢有投入作战，国军嘛以实战化的训练，模拟强军拍台湾的战略甲动线，来强化整体的战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汉光演习，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配合实兵操演，伫屏东潮州的空港场执行跳伞任务。头一批是对6000公尺悬跳落来，第二批是对1300尺到1450尺悬来甲跳落来，拢有顺利完成。另外，这届用真正炮弹演习的所在是伫咧金门，陆军金防部伫后湖沙坡实行联合发登陆作战操演，展现国军的实力。装炮弹了后，遵照指令发射。汉光38号演习第3天，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照防卫作战进程，伫后湖海坡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由炮兵部队实施杜绝敌人潜艇登陆反舟炮射击。了后到反击作战阶段，由榴弹枪、机枪甲迫炮、机炮等轻力兵器进行做拖线火箭，阻断敌人抢滩。总共使用2500粒枪子。金防部表示，实兵演练应互官兵熟悉作战场景，应互战力做真好的发挥。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共部伫潮州空港场做空港作战操演，76名特战官兵坐 C130H 运输机分批跳伞，第一批16人用高空渗透伞为6000英尺高空跳出来，随去有60个使用 T10B 增援伞的官兵，为1300英尺到1450英尺慢慢跳出来，也互民众感觉真壮观。不过也能翕到第二批跳伞的官兵，有人落地时阵倒头栽。除了实兵实弹演练，台中也演练大量官兵受伤后伤。透过本次的演习，建构军民医疗整合的能量，以提升地区医卫能力。军方表示，演练过程要让官兵在上短时间内成功抢救受伤的人，各甲医护人员交接，完成战时支援作战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通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伊论文风波受人质疑，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也就是吴正宏，今仔日伫律师陪同之下出席台大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而且发出声明，强调家己无抄别人的论文。林志坚也讲，已经甲论文相关的资料送去审查咯，也期待这审查会会当公平公正。伊也强调讲，伊将来无讲啥人有抄论文。要争取同市长大会的林志坚限制论文风波，大大支持针对论文证据开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不过林志坚甲指导教授陈明通拢无出席。林志坚自7早起出席活动，面对媒体追问，强调已经将法院公证过论文相关资料送到学伦会。望学伦会因公正公平审定资料和证据呢，并且经过了法院的一个公证哦。那我比较期待就是这个学伦会哦能够公正公平的来审定。苏宏达依法回避之前，他的组织并不适法，后续基于先程序后实体，不会建议当事人出席。媒体居然率先揭露，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性放话？我们非常的遗憾，也认为后面是不是有究责的可能？专案关键人物调查员余正宏是伫律师陪伴之下出席学伦会，会后伊透过律师发表声明，强调论文是家己写的，无抄袭，也强调外界指刊写论文抄袭甲客观事实无符合，了后若有不实的指控，会依法追究。对于他的这个论文跟委员做答辩，证明他没有抄袭，依照委员的这个题目来做回答，并不希望节外生枝，我们只希望证明我们自己是这个自行完成的。对于政府声明，林志坚办公室强调，林志坚自头到尾拢是捍卫家己的论文，绝对无抄袭，也无指责任何人抄袭。记者打电话予学伦会召集人教授苏宏达无回应，台大是表示审定会是独立进行，而且规定是保密的。除了台大开学伦会，中华大学部分原本担任审议委员会召集人的公馆系主任请辞，校长新竹市议员李建辉也证实已经请辞。21号董事会是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所以我利用董事会的时间向各位董事报告我的想法。12号就生效了。那我们学校现在的，包括我还有董事会其他的成员，对2008年那个论文那么早以前的事情都不了解。中华大学表示，李建辉为维护学校名声，消除外界对政治干部学术的误解，决定辞职。学校是尊重，也强调审议委员会会早日完成调查，对各界关注有一个交代，各幸福学校平静的学术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林志坚唔但有论文风波，即马新竹市棒球场的这个风波咧，也来讲到这富邦悍将球团长表示，伫咧新竹球场比赛受伤的林德轩，伊的倒边肩胛关节盾有裂开，可能就要开刀。林志坚听到消息了后，有向球团表示，愿意负担林德轩相关的医疗费用。检方也已经针对着新竹球场敢是也被验收着来使用的争议进行调查。哦，这球打得不错，在中右外野，右外手扑下去，接到哇，今天的钓虾池是变到了右外野去啊。不少备战队南美安打林德轩也安尼受伤，富邦悍将球团证实，伊初步检查倒肩关节唇破去，研判会休困3个月，支持到富台病院，佫一摆检查无排除开刀。这一个月恐惊无法度去比赛。代理市长陈忠宪表示，会提供球员所需要协助。前市长林志坚也表示愿意负担伊手术甲复健者医疗费用，不过也受球迷到林志坚，并且表达不满。希望说能够在未来医疗上如果有任何我可以来协助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尽一份力哦。那我相信他们会改善到让球员的比赛安全可以达到完善的程度。市区副市长职务参选市长的沈慧凤强调，市府团队继续努力改善球场。国民党林敬前甲民众党高虹安都要求按查清楚，决定3人毫无减少球场举行比赛。还没有验收完成，就让球员跟球迷进去，用他们的身体来做验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从设计、监造、工程品质，不单是检方应该调查，监察院也应该要尽职。新竹市立棒球场于上周五重新启用后衍生的相关问题，本署已于日前主动分案，由检察官依法侦办厘清中。
新潮地检署表示，已经分案调查，会调查球场也未验收到比赛甲相关的证据是毋是牵涉违法。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桃市长参选人林志坚最近有这论文突破，搁再逼出着新德市棒球场验收问题。前民进党立委林罗水就呼吁党主席蔡英文爱甲林志坚切断关系，甚至党内也有其他的人讲爱甲林志坚换掉。行政院长苏贞昌下晡表示，相关机构已经登咧调查论文，千万唔通放声放影。民进党也回应讲，这选情换人是一个假议题。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陷入论文的风波，也有新德棒球场的争议。即马民进党有人要求讲，要甲林志坚做分割。前立委林罗水伫人面册呼吁党主席蔡英文甲林志坚做分割。立委高嘉瑜嘛讲，党内因为烦恼林志坚恐惊会严重影响北北基甲桃园新德的选情，而且还佫传出选举进程换人的声音。当事人已经有完整的对外说明，相关机构也进行相关调查审理，我们不要以耳传耳，都予以尊重。有关于林左水大佬说到决断这个部分，请问一下市长怎么看？好，这个一样由那个党部去回答。针对党内传出甲林志坚换掉的声音，民进党是驳回这件代志，强调讲袂对外界风声咧演说，换人的这种讲法更加是假的议题。不过对手张善政一直批评这个论文的争议，嘛甲林志坚话讲，政治人物的信用是比学问更加重要。即马真相愈来愈明，民众心中拢自有评论。我觉得，林志坚自己本人应该把全盘的这些细节都讲清楚，我觉得是对他最好的事情。我希望政治力真的不要介入学术的自主啊，不要介入校园去干扰审议的程序。罗香玲嘛攻击林志坚，伊讲林志坚无参加台大审议委员会，颠倒是去桃园参加活动，这种会讲白菜的政治人物，将基本要是袂互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议员王欣怡执旗，这大巨蛋内面的椅仔设计了无好，看起来是浅色。那阵这球结伫咧半空中，选手是看无的。台北市体育局长表示，未来会找中华职棒等专家学者提供建议，或这场地更较周至。另外，万向的杨副总经理也讲，这大巨蛋的设计是符合国际规定。那阵中华职棒联盟认为有必要修改，应对总换时。用12亿中建的新德棒球场最近争议不断，也犹太中央通过烽火性能审查的台北大巨蛋，什么时阵开幕也引起关心。不过台北市议员王欣怡是质疑大巨蛋的椅仔设计无好，看台顶的椅仔是浅色的，球伫空中停留的时阵会看无。远雄当初呢说他们是参考纽约的一个体育场，可是事实上那个体育场呢是个足球场，但是呢它的整体色系还是偏深色。那结果呢，我们现在大巨蛋整体的颜色看起来却是偏浅色，所以这样子呢，在打这个棒球或者是羽球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跟球的颜色相近，然后造成球员的误判。对这件代志，台北市体育局是讲，大巨蛋是 BOT 方案，内部作为细节设计，无需要体育局同意，已经转达议员的意见。给万雄建议因邀请帮协专家会勘，伫1个月内研究处理甲报告。请我们的那个经济科能够协助来邀请那个中华职棒跟中华棒协的一些专家到场去帮忙做会勘这样。对于大巨蛋椅仔的设计，恐惊影响球员判断。万雄表示，大巨蛋的设施拢符合国际棒总的规定。目前在打击热区的颜色是深灰色，左右两侧没有规范，投手在投球的过程当中也绝对都是符合国际棒总的标准。万雄也提起未来假使棒协中华职棒联盟因为影响比赛表现等要求做变动，就会做改换。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国内今仔日增加25521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有154个人，死亡个案也有28人，也出现3个囡仔有这米氏4的个案。目前囡仔重症已经有123个咯。也来讲到高雄某一间做船厂感染到 BA.5， 这个指标个案含伊带做伙2个后生，也拢去挖到 BA.5。指挥中心表示，这是国内头一站 BA.5的家庭群聚感染，也是头一届有囡仔感染到 BA.5。
高雄一个造船厂员工进前感染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5 共大亲人基因定序结果出来，其中无到5岁后生7月11发病确诊，无到10岁后生是无症状。这是国内第一件 BA.5 家庭群组，也是第一件有囡仔感染 BA.5 的本土个案。一位是有症状是轻症，另外一位是无症状的个案。那这也是我们就是 BA.5 首期有经过定序确认的这个家庭群聚。另外，佫增加3例囡仔密斯个案，其中2岁上细汉是1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5月底确诊，7月底陆续出现密斯症状。原子素新冠目前也在交互病房治疗当中。今年囡仔当中有123例。打1剂的这个儿童的疫苗或者幼儿的疫苗，但从国外的资料看起来，对于这个密子烯的防护效果都有90%以上所以至少让小朋友可以接种1剂以上的疫苗。因为国内出现 BA.5 社区感染个案，外界烦恼8月是不是疫情佫滚加？有专家表示，台湾疫情恐怖期已经过，就算有 BA.5、BA.4，也只会造成小规模的疫情。BA.4会变多，那原来的那些那个新冠病毒的种类会被压制下去。那可是呢，它的那个流行规模不会太大。另外，新冠本土疫情日前增加25511例本土病例，中当中有154例，死亡有18例，创73天以来新低。指挥中心强调，未来观察重点无伫个确诊数，是伫医疗量能是不是充足，当前死亡比例是不是提悬，会继续监测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国内的治安是无啥平静。伫台中咧3天内发生2件的枪案，其中一件是大理中兴路洗车场开枪的主嫌已经抓到了。警方警政署咧对7月11开始也要启动扫污掠违法枪支的行动，目前已经抓到450人，查到120支的手枪。另外，张安乐身躯边的保镖涉嫌恐吓别人，目前也已经移送法办。长时间埋伏，远警向前逮捕阿辉分局，伊就是2日伫台中大理洗车场枪击案4区的主要嫌犯，犯案了后一路向屏东逃走。不过警方表示，嫌犯好亲像想讲风头过啊，迄暗就转去台中，拄啊去互抓到。专案小组掌握到邱显的逃逸车辆之后，那立即向地检署申请这个核发机票，将犯嫌查缉到案。同时，在他身上起出1支改造贝瑞塔手枪。那台中传出枪击，黑色小汽车开到南投埔里，驾驶车窗过落来，向路口监视器开枪。伊是统小党总裁白龙张安乐的姓王保镖，因为替朋友处理纠纷，牵涉到恐吓，去警方上班。出事印有某特定政党主席之友会会长头衔的名片，并表明是某特定政党及竹联班身份，恐吓被害人国内治安无平静，台中南投这个所在传出枪声，警政署展开行动，专门要扫污查枪。内政部长齐国勇阁宣示，帮派无法度用稳。相关的查会、自爆、查选举的赌盘等等相关的，包括打诈、诉枪，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行动。这届扫污行动为7月11开始，警方半个月抓到450个帮派分子，查缉不法枪械120支。年底9合1大选瓦吉那，查察贿选甲暴力这工作会持续进行，无要互选举前的治安维护出现漏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高分院进前判标的县政府甲昆务公司败诉，今日县长徐耀昌召开记者会，讲为着社会和谐，决定放弃上诉。不过，这反昆务自救会说是唔接受，批评县政府当年同意设置这个抗台场，搁互因试运转，才会造成这20多年的冲突。也强调讲会坚守到9月13，也就是同意设置分校失效的迄一天为止。苗栗造桥昆武暗暝场争议超过20年，台中高等行政法院7月2日宣判，昆武公司无实施宽评，苗栗县政府应该停止暗暝场相关开发，专案也会当上诉。县长徐耀昌日7召开记者会，宣布考虑社会和谐，决定放弃上诉，希望纠纷自家结束。有一些不当之处所以我们败诉了以后，我们还是遵照
这个大家的看法哦，然后就给予这个最后的决策不再上诉。反昆有自救会是批评，都是因为苗栗县政府协发同意设置文件甲气温转的许可，无重视昆有回避宽屏的事实。唔只有龙城村乡亲少年线抗争的历史，对照即马市要冲开记者会，互家己落台，感觉真好笑。你苗栗县政府，你还要给他试营运计划，你还要给他跑过。那我们今天其实乡亲在这边待了1年多，然后还有我们抗议了3年多，其实是假的嘛。我们不需要在这边抗议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需要被黑衣人打成这样子吗？昆有公司并无对外回应，自救会委任律师詹顺贵是评估，苗栗县政府已经函问昆有公司停止气温转许可，昆有准公提出上诉，申请解处分也是停止执行，也赶未到9月13同意设立文件的落日期限，昆有案注定无法度继续。他申请也是要跟法院申请，可是法院刚做出这样子的判决哈。原则上，他不会去准他的那个停止执行的申请。自救会强调，县政府的言论未影响到因守护乡土的脚步，因为烦恼昆有公司败诉了后，会偷偷倒废弃物，所以会坚守到9月13。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菲律宾当地时间27早起8点多，伫北部的艾布拉省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上无有4个人死亡，60人受伤，包含首都马尼拉、卢爽岛一寡所在，这车路拢逼开啊，甚至有建筑物倒去也必损。到中昼为止咧，在卢爽岛北部上无发生140架的地震尾。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可斯也表示，会赶紧入去灾区互因援助，但是无必要进入兵状态。地面世界当看到破起的所在甲必顺，当地居民互惊到徛伫空地，一直看到必顺咧讨论。这地震发生伫菲律宾当地27日早起8点43分，经过美国地质调查局侦测，地震规模大概7.1，深度10公里的浅层地震。发生地震的时阵，真侪当咧室内游客着惊，赶紧走去外口。但咧景点观光的游客嘛，因为建筑一直落砖仔角，行到早起空起的所在。各地山区西车辆和落来的土石牵条，车辆变形。在各地嘛有真侪徛街倒去，并出现壁痕，包括首都马尼拉、上大岛吕宋岛，震度拢达到3、4级。今仔日世界当看到伫个外口比地震的人潮，佮传出有人员死伤，和送去病院治疗。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是表示，会赶紧叫原灾区和灾区合作，也毋过无必要进入紧急状态。So far, we can say that it's Region 1 and CAR, so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y right now to declare a national emergency. 伫发生地震了后，菲律宾交通部发布声明，和马尼拉捷运3号线、甲轻轨1号、2号线拢一度暂停营运，请工程甲维修的单位做系统的检验。到中昼为止，吕宋岛北部真侪地区至少发生140架余震，佮出现停电甲网络通讯受到影响的状况。总统小马可斯嘛赶紧赶去受灾区来指挥安置避难的民众。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美国前总统川普落任了后，2日重新登到华府发表演说，伊有完认为家己选赢2020年的这总统大选，而且佫暗示2024年会出来决选。不过，前副总统佩斯也想要出来选，目前是甲伊分割关系，强调甲重点放伫未来。其中选举就要到位，在共和党内议员有当中的川普，自当在华府用邮递库发表演讲时，议员表示2020年总统大选有问题，拜登偷走伊的胜选。I always say I ran the first time and I won, then I ran a second time and I did much better, but we may just have to do it again. 川普伫93分钟的演讲当中，将目前美国暴力、毒品抢攻甲非法移民这问题，拢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缺失，主张未来若共和党掌权，会对毒品走私犯罪者处死刑，佮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暴力，同时将游民赶到都市郊区。对众议针对去年国会暴动案办的听证会，将目标指向川普严重失职，川普一个反击。They want to damage you in any form.But they really want to damage me so I can no longer go back to work for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这时阵，大家传出反火车爱川普搁做4年。Thank you.
川普到目前为止并无正式宣布参选，暗过强烈暗示伊要决定来参选，以控制4年总统大会。传出共款想要进军白宫的前副总统潘斯，是伫川普发表演讲之前，甲伊参谋到最无留。But we may differ on focus. I truly do believe that elections are about the future. 虽然拜登总统民调数字最近落真低，不过川普伫共和党内支持度也咧落。6礼拜前，众议听证调查多开始的时阵，有33%派共和党人认为伊应该至少为国会暴动负部分责任。目前这数字已经提悬到40个百分点。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伫2倍会讲电话，白宫表示可能会谈论到台海问题，还有乌克兰战争。也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要访问台湾这个议题咧，白宫强调只有佩洛西会当决定家己的行程。不过来台访问这部分，中国是掉卡断地。中国的国防部表示绝对袂激点点。美中最近因为台湾问题情势紧张，路透社报道，拜登甲习近平要伫2月进行通话。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对媒体表示，会讲到台湾紧张局势甲俄乌战争的议题。但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行程，科比无愿意加讲，敢若表示国安团队提供相关的信息、背景甲安全协助。不过，敢若佩洛西会当决定家己的访问行程。But let her speak to her own travels on her own. 日本媒体报道，佩洛西除了来台湾访问，当计划8月7日到日本访问，前往国会听对道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演讲。虽然到目前为止，佩洛西拢无正式访问行程，不过中国已经真侪届抗议反对。环球时报前总编辑甚至呛讲，美国的航母编队会互人消灭。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In general, we regularly provide briefings to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are considering travel to the region, and Congress is a independent and co-equal branch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members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里，互人问起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议题时，表示，那做议长也是任何人决定出国访问，佮提出军事协助的请求，军方拢会提供必要的措施，保护行程的安全。外交部是佮声明无接到佩洛西的确实消息，也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南边的克罗埃西亚，因为有真侪小岛，民众若要交通，甚至爱经过别个国家波士尼亚。不过有一条起15年的过海大桥已经起好势咯，会当减少真侪交通的时间。烟火伫空中是水架，这是佩列沙茨大桥完工通车庆祝的仪式。这条下海大桥拢总有2.4公里长。用15年的时间起的，行过亚得里亚海，接去对岸的佩列沙茨半岛。日落通车的迄一天，透早侪居民就花头喜面，烟花国城镇庆祝的人阵嘛吵。马尼干半岛经过几啊届的战火，国土的界线复杂。克罗埃西亚南边到波士尼亚国界线通过，若要去杜布罗夫尼克，这个世界遗产，而且是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虽然是真近，嘛是爱靠一大轮才会当到位。居民甲游客若是要下国境来旅行，主要爱靠游览船；若是赛车，就要准备证明的文件，才会当通过波士尼亚国界。但要通过边境的车，清在排队排到落长，平均就要等1-2点钟久。也若附近市区的交通嘛受到真大影响。Znači, glavna dobrobit koju će Pelješki most donijeti je znači da će nam skratiti. 佩列沙茨大桥通车，除了和国土重新合体。大部分的民众嘛，望会当恢复疫情进程，观光胜利加业的情形。克罗埃西亚有1000外岛屿，海顶的活动是真兴，每一年是成几啊百万的游客来这行搭。沿海城镇打造的纯澳海产餐厅，这个现捞的海产，拢是游客上喜意食的。也若奥瑞比克港区针对高消费的人客，推出高级露营住宿，让人客会当享受亚得里亚海的海景。Skladno u pogledu prekrasnog projekta, ovo je povijesni dan za Hrvatsku. 佩列沙茨大桥是克罗埃西亚从1991年脱离南斯拉夫独立以来，规模上介大的基础建设。2007年开工了后，因为经费无够才停工。2017年以欧盟会员国的身份，得到3000多亿欧元的基金，即马才有法度完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南美洲阿根廷的一个小镇，最近有真侪人去敲粪扫场，是因为有人风声讲有人甲一笔钱骗掉，真侪人讲想要去敲看卖。当地官员表示，因为阿根廷当日通货膨胀，大家手头是真严，才会想讲要去敲看卖，敢有钱出无？最近这个拢叫废弃物的粪扫场，互阿根廷民众当作寻宝的天堂。Un compañero nuestro se baja del camión y justo ve en el piso un billete todo planchadito. Y cuando nos dimos cuenta era un billete de $100. 网络最近传讲，中部小镇拉斯帕里萨斯有一个藏一笔美金的柜仔，因为主人过身无人继承，互人等伫粪扫场。Después ya al día siguiente del martes vino otro chico y consiguió $25,000. 结果，这个风声愈传愈快，互真侪人要来遮找美金。小城镇的居民为着找美金，一直来粪扫场找宝，互当地政府只好甲安排场关起来。Para decirlo, esta locura verde que se vivió esta semana se da porque lo que se encuentra son billetes dólares y sobre todo dentro de un contexto en donde hoy el país no la está pasando nada bien desde lo económico y que la palabra dólar prácticamente está a cada minuto en la boca de todo el mundo. 阿根廷当经历高通货膨胀，过去12个月高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64%。当地官员解说，民众生活艰苦，听到有钱通捡，都甘愿相信有。法新社报道是讲，阿根廷人长期无信任银行，惯是把钱藏伫厝内，毋则有人相信壁橱仔内底有藏钱的讲法。部分网友是甲这个代志做迷因图，考说政府无这个能力应对通货膨胀，互民众爱去粪扫场拼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讲到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63.05点，是12天来上届嘅数字。其中6大分项指标有5项拢是落落来，特别是家庭经济信心指标是8年7个月以来上届低。学者认为讲，主要是受到通货膨胀甲调悬基准利率的影响，互一寡有贷款压力嘅家庭，伊买物件能力也减弱加。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过来修改这今年抑个明年全球经济成长率，这数字是降到3.2%加2.9%，认为全世界经济拢伫咧变歹，而且无稳定，而且有可能会一直落落去。人家啊，7.50啦，紧嘞，要买要快。小国企业板仔欠大家来买，暗过边仔酸野煞无人买，因为今年产量减少，头家讲酸野计销是去年3到4倍。那芒果啦跟荔枝啦，价钱就蛮高的，比以前贵了3-4倍以上应该有。什么新鲜，什么便宜买什么。大家拢无奈表示，物价压力大，尽量买上面。不过最近佳能、卫生纸、牛奶这民生消费用品拢起价，通货膨胀压力提悬，消费力明显下降。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是63.05点，搁创12年来新低。6大分类指标只有物价水准比顶个月小可提悬，其他5大分类指标拢落落去，尤其未来半年家庭经济状况恐惊继续恶化。所得是在下降，但是支出在增加。那家庭经济是小的话，家庭经济的信心它是创了8年7个月以来的最低。国际货币组织 IMF 也3摆下修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今年甲明年分别降到3.2%、2.9%，各有经全球经济是伫衰退边缘。The outlook has darkened significantly since April. The world may soon be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 global recession, only 2 years after the last one. IMF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指出，俄乌战争、虽然货币政策甲通货膨胀一直侵蚀，因为新冠肺炎搁较稀少全球经济。未来若俄罗斯全面切断天然气供应，通货膨胀一直下悬，或者是中国搁出现大规模疫情，2023年全球经济会真正进入衰退期。记者综合报道。外库的大工工厂如现发生财务危机，27开始拍入去专家高挂，到单只股价只剩3.57块。大股东国发基金的投资损失已经超过11亿了。投保中心表示，如现2017年有办现金增资，经过调查认为这公开说明书无老实。今年初发起集体诉讼，计共有40多人要求赔偿，要求这如现的赔偿金额已经超过15亿了。
面临财务风暴的如新，日前开始拍入专业高挂股，开盘到跳落停锁伫3.57块，卖单到5万张。大股东国发基金2017年开14.88亿，一股18.6块买8万张，即马小面的损失到11.71亿，是上大的苦主。招募现金增资的这一块，我们来求偿了。有一部分的话，盈利的一个状况，大概有40几个投资人嘛，求偿的金额比较大了，15亿多。17大股盘中卖压出来，大盘捌破12线。暗过台积电等电子宽达股回稳，带动指数变红，将场起114点，收跌14921点，成交量是1848亿。国发会也公布6月份景气定幅，比5月份减少1分，降为27分。暗过也是持续到代表景气稳定的青灯，这原来是今年3月连续4个月到青灯。主要国家的领先指标是下滑的，下半年来讲可以看到了对于外贸面的这个挑战，觉得说考量内需应该可以稳健，下半年很大的一个机会可以维持绿灯。暗国国发会指出，6月景气领先，当时指标双双落盘，代表景气扩张力已经放慢。暗国强调，也未到到景气真差的黄蓝灯，因为出口金额也未出现衰退迹象，而且国内疫情搁转好，再加上国内旅游补助方案才开始，批发、零售、餐饮营收拢有增加，展望下半年也有可能由出口转内需，投资消费会互国内经济成长。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车头对2009年铁路地下化工程开始交单，因为施工时间真久，交通不方便等等因素，历史附近4大商圈这点价拢无成立。去年3月暂停的这中埔区架桥拆掉，用临时的暂时路来代替，也互民众伫遐是花高高沙坡涨。不过这车路这个车头边仔的站东路，按算10月就要来通车路，车站主体也当日赶工，点价就是希望讲。这新车头赶紧做好势，生意才会倒转来。下晡三凤中街暗暝4点买物件人是哩哩啦啦，以高雄车头做中心，附近三凤中街东明、后叶甲大连4大商圈，因为自从09年开始铁路地下化工程落车真久，加上这2年疫情更较受打击。火车站的新建，因为这边的这个交通不方便种种当然会带动这边的生意的衰退。不止商圈当年时间而且停车加少，汽机车临时停车不方便，后民众无愿意来踅街。建国甲中山路口真侪店面拢做袂出去，中埔高架桥拆了后，车头周边动线甲号志，后民众拢不撒撒。马路搞得乱七八糟，因为我住这里的人，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条叫做占西路进来，然后。我很多朋友来找我，他们都说搞不清楚。为配合高雄车头周边动线，各分站西甲站东路，暗过目前只有临时的站西路用通行。站东路是咧施工，按算10月才会通车。那站东路目前的施工进度是61.3%。那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很多的工班确诊，所以整个工程的进度有稍微的落后。那跟南工处询问的结果，目前是落后3.8%。虽然进度有寡延前，不过交通局甲南工处拢有信心用伫10月进行完工。店头甲居民苦等10多年，即马看到工程慢慢完成，希望新车头工程结束了后，周边商圈应该融集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内湖的交通问题，正做市长选择焦点。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立表示，若准关市府感觉这内湖的交通无法度救，就换伊来救。另外，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认为，应该要增加捷运甲连外道路，而且加强分流。不过，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表示，这市政府呢已经尽力来改善这人员疏运，而且会分跨连外道路甲桥帮。不过，上界大的问题也是上山机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去龙山寺拜拜。蒋万安发出成立台北队特战指挥所，邀请议员参选人做竞选总部副总干事，强化基层动员的能力。针对民进党陈时中日讲，内湖的交通换伊来处理，蒋万安嘛提出3项解决的方法。第一个，我们加速建制新的捷运路线；第二个，我们积极寻求连外道路的辟建。第3个，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我们让使用者事先的做好分流。
会以无党籍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日前参加一个停车场车用快速充电示范仪式的时阵讲，内湖交通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车路甲停车的空间对袂到上班人真正甲的情形。市府已经正式智慧号志，甲公车的路线来强化疏运，另外嘛分化车路甲连外桥梁。上大的问题也是松山机场。松山机场一直是内湖对市区交通最大的瓶颈。那中央包括民进党已经讲了很多年，他们每次要选市长的时候都来说松山机场要不要迁建，但是这几年松山机场从来没有提出一个真正改善内湖交通的一些方式。黄珊珊甲台北市长郭文德嘛质疑讲，陈市长并无提出具体的方案，不过针对这点，陈市长是无认同。逼我讲，我想市长不要忘了，现在他是市长，我是市民，应该是市长说明给市民听啦。哪里有盯着市民教他怎么做？如果这样就我来做就好了。陈市长日前继续去拜访基站，有去到中山区。伊讲希望听更较侪选民的声音，提出相关的政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政府加前市长林志坚最近因为这新竹棒球场场地问题引起外界批评，即马也有家长出来讲，这市政府2016年开1500万的经费，伫新竹市做一个予学生使用的简单型棒球场，竟然这投手球加这个打击区的工程是靠学生来收买，市政府也驳回讲这是做伙合作完成。学生家长提出相片指出，这开1500万经费起的简易棒球场，投手区甲本里打击区竟然不是专业厂商做的，是新竹市棒球委员会带高中棒球队的教练参学生做伙完成的。发现整个建设好一个场地啊，竟然没有那个投手丘跟本垒板，所有的教练团还有学生，那我们是一块砖一块砖这个去搬，然后把这个球场的那个投手丘跟本垒板这个铺设完毕。连一个小型的工程都做不好，所以12亿的工程怎么可能做得好呢？针对质疑，教育处回应球场符合球员的需求。当初时，工程单位是寻求棒球委员会建议，向使用者、专业教练、参球员进行讨论，做伙合作完成。他未来的使用者会是我们新竹市的棒委会以及我们新竹市的青少棒的选手们来使用经由专业的棒委会以及专业的棒球教练，还有相关的球员来共同的协助之下，针对了投手丘、本垒板等选手中较为专一的场地的部分共同来进行一个协调跟施作的。新竹棒球场工程争议引起大家关心，即马前市长林志坚过去建设，不互外界提出来讨论，甚至全国民众关心的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警方有抓到一个中国的犯罪集团，以勾结国内透过骇客摕到捐款民众资料，佮假做是公益团体，甲一寡民众诈骗。这一年就188人去互骗去，金额有3400多万。直接去甲犯罪集团的据点，查扣坐机台，主嫌是当场去逮捕。行伫上头前的是姓罗的嫌犯，涉嫌偷用公益团体的名义，惊讲扣租扣钱的时阵扣了唔对去，请捐款人佮付一解钱。不过客户的资料是安怎会流出去的？原来因是利用骇客，甲捐款人的名单偷摕去。幕后还佫有中国的犯罪集团。专案小组追查了发现陆续也查起了一个诈骗集团，包括车手头干部等50名嫌犯到案。故是以董事证基金会名义，共骗到手的善款都超过800万，包括玉成社福基金会、大甲妈社福基金会，拢总有45间公益团体，还佫有客户的个资全部拢流出去，成做互偷用的对象。要1年的时间，甲188个捐款人是骗甲圆生，不法的金额有甲3400万。他是用那个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然后诈骗被害人，然后去那个 ATM 操作，然后汇款到那个人头账户。除了叫被害人去 ATM 操作以外，洗钱的方式嘛是800款。因先伫虾皮创卖场，家己买，制造假的交易，产生虚拟银行的口座，互捐款人汇款入来，钱入去虾皮的钱包了后，搁买加密货币，制造断点。若这个案件会曝光，其实伫1年前，真侪公益团体都公开呼吁民众唔通去用骗去。后回伫捐款进前，一定要加注意甲查证，捐出去的爱心，无应该加做违法人士趁黑心钱的工具。
嘛唔通去互这恶质的诈骗集团赚大钱。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协助这散车的少年人会当伫社会徛起，高雄市社会局有一项脱贫计划，专门帮助弱势家庭的大学生，透过逐个月欠钱理财规划，协助就业等等的课程，已经协助71个大学生3年加起来已经欠375万了。顺利毕业的小安去安养机构甲阿母翕相，单亲家庭本地就辛苦。2年前，阿母常常中途失智，迄当时伊搁咧读册，加在社会局协助安置阿母。小安参加脱贫计划，伊网页设计专长摕到袂少奖项，即马准备要读硕士班。在我毕业后会有一笔资金，那这笔资金其实可以来负担妈妈的机构费用，那也可以来补助我的学杂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补充自己的技能。星星共款是大学毕业尔，是一间游戏公司的音效设计师，原底是弱势家庭的囡仔，伊真感谢这个脱贫计划。如果我没有这笔资金的话，我觉得我并不会这么冒险的想要去追求自己理想的职业，可能会很保守的选择去考个公务员。这3年来，社会局协助71个弱势家庭的大学生。每个月上济欠3000块，社会局共款佮提供3000块，帮助因欠钱，上济2档会当欠15万。另外，佮有理财课程，协助因找到未来职业，顺利就业。当你大4的时候，其实多数都会去就业。那我们希望针对这一群人，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你毕业后就能够顺利就业，帮助家庭的经济可以累积一笔资产去做脱贫的一个运用。唔但有社会局协助，这2个少年人嘛真打拼，互人生平等。记者陈家文为做高雄报道。厝内面的人若破病照顾几60年的压力，一般人是真歹体会。为着要减轻被照顾者的心理负担，卫福部委托家庭照顾关怀总会甲草画家做伙推动照顾心情点播机，互因透过网站消透家己的心情，也会当对外找找别人的帮助。照顾了多久？我应该10几年了。有没有因此而放弃了？是吗？有梦想，我很喜欢旅行。陈小姐透过照顾心情点播的网页插图，可以理解家己的心理状况。内底有插画家用伊自身的长照经历所画动画图片，替同款遭拒的人加油打气，嘛有专线，互照顾者通进一步找通口寻求协助。因为像因这款家庭的照顾者，长期压力，一般人真歹体会，就会觉得不晓得要怎么办，然后或是要送安养院，也会觉得很挣扎。卫福部表示，因为一寡传统的观念，有袂少照顾者的处境真封闭。今年统计台湾有81万寡像失智、失灵、身体衰弱的被照顾者，但是寻求长照服务的人才40几万人，也就是讲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是家己咧奋斗。像有一些就是完全靠自己撑起这个照顾的责任，那他很惊，他不想要外界的帮忙哈，他觉得他自己可以。那事实上，照顾真的不是一天的事情。希望减少长照产生的不幸事件，这个官方结合长照团体策划家庭杀心情网页，希望加一个方式，互因了解家己的心身状况，甲寻求各种帮助的管道，莫互因感觉家己是孤单一个。记者伫今日台台北采访报道。3年前，台电公司伫新北瑞丰的水南洞13站位置点顶打造一个天空之城，成做出名的观光景点。今年中秋连假，这台电嘛要甲建筑师舞团合作，要来举办黄金圣殿艺术节，而且开5年时间，修复完成的金瓜石新社，也结合科技甲技术，呈现伫民众目睭前。舞蹈家展现优美的姿态，上顶今年的黄金圣殿艺术节特别开始。台电公司甲建筑师舞团合作，希望透过新兴的科技甲无同款的技术，让民众看到设计金瓜石新社的光景。也可以在你的 AR 的体验的过程中，去跟就是包含你的常常熟悉的社群平台，不管透过拍照体验，看到这一些过往的神社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跟你的朋友做分享。台电这几冬接管新北瑞丰的在地资产，2019年点光东北角海边的13站位置，
和黄金岁月再现。这届修复的金龟石神社是台湾历史上第3座神社，经过5年的时间才完成修复。第一代的神社是一个木构，一个石造的，我们也特意把它留下来，算局部留下来哈。然后目前我们在这个入口处哈，那做了一个现代的仿的一个我们叫碧雨亭。台电公司和相关的厂商签约。艺术节按算伫今年9月中秋连假起稿，艺术家拢表示真期待。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时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7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